深圳除咗高樓大廈同快節奏生活，仲藏住一個好治愈嘅藝術村落。今日我哋唔趕時間，一齊埋落嚟陷入大芬油畫村入邊咧，隨處都係色彩斑斕嘅油畫。街邊嘅畫師咧專心創作，每一張都係文藝感拉滿。今次我唔只係睇，仲落手感受調色落筆嘅樂趣。行到肚餓，試下呢度嘅熱乾麵，簡單單一碗麵，藝術同煙火氣喺呢度完美融合。跟住呢，再嚟大芬油畫美術館嚟欣賞下呢度更多嘅作品。如果你感興趣，跟住我繼續去片啦。大家好，好耐冇見啦！我係消息嘅他，講下笑啦，我係客家妹劉暢啊。今日我要用藝術熏陶下自己啊，所以我嚟到中國第一油畫村，係大芬油畫村啦。呢個都係深圳嘅特產嚟嘅。得。民以食為天，我要搵個鋪頭食嘢先。研究咧，有人喺呢度嗌狗，我好想停喺嗰度睇噶，我驚俾人打，我就走先。我今日咧揀咗呢個張叔叔乾麵，先嚟飽下頭先。我要個炸醬熱乾麵。你要炸醬熱乾麵，還記得嗎？你要個可樂，拿個可樂給我。這個三鮮豆皮。三鮮豆皮呀。好，謝謝。撈一撈呢個麵先，食一啖先，食飽先要嚟起行街。問題咧好有肉香啊！佢呢個麵咧口感唔會好煙韌嘅，有少少軟軟嘅口感。其實冇我想象中咁好食，因為聞到嗰時咧佢都幾香嘅，睇到佢嘅麵咧質感都唔差，食到就有少少失望，冇我分鐘到我期待嘅好食。食多幾啖咧有啲油膩，我決定再試下呢個豆皮餅。反而我覺得呢個豆皮餅更啱我心水。佢呢個糯米咧乾爽嘅口感啊，加埋啲香菇丁啊、肉丁啊，配埋落去嘅鹹度係適中嘅。我覺得呢個小食係值得推薦嘅。反而咧乾麵就麻麻地，但係我依然食得差唔多。OK， 吃飽喝足 ，Let's go。30年前，大芬還只是深圳的一個普通客家小村落。1989年，一位香港畫商帶着畫師來到這裡，靠着油畫複製生意，讓這個小村莊慢慢火遍全球。10幾年前我來過這裡，那時的大芬油畫村更像一個純粹的油畫批發市場，滿街都是顏料味和忙碌的畫師。如今這裡已經煥然一新，從低調的油畫集散地變成了深圳熱門旅遊景點和網紅打卡地。揀一間嚟畫畫啦！老闆，這裡可以畫畫嗎？你好，可以。怎麼收費啊？這種是小一點的，就30塊；這種是40，這種是50。還有更大的50是這種的嗎？這種更大的一點的80塊。這個吧，50的這種大小吧。可以啊，可以選自己喜歡的畫畫，是吧？對，手機上面也可以去選的。畫了33年了。畫了33年了，哇，老藝術家喎。呢度都可以揀喎。呢就小朋友中意啲。我揀咗呢幅畫。我揀個簡單啲嘅。開始今日我嘅藝術之旅。由開始落筆嗰一刻咧，真係覺得好奇妙。原嚟畫畫可以咁愜意、咁舒服啊！我唔使諗太多。然後天空嘅顏色已經畫出嚟了，跟住就畫這個蘆葦。真真，我嘅作品完成啦，同呢個相上面咧可能爭好多啊！聽講咧，一幅畫可以代表一個人嘅內心世界啦。咁有冇觀眾咧睇下而家我呢幅畫咧代表咩樣嘅內心世界？歡迎大家留言俾我話俾我知啊！帶住我第一個油畫作品，我覺得呢一幅畫咧
我覺得好滿意啊。那下一趴呢，跟着就要去看一下這裡大豐美術館。仿亮機好經典啊，好具有時代感啊！行完美術館呢，跟住行入呢邊嘅祠堂啦，慢慢感受呢度歷史同氛圍。食完飯啦，畫完畫啦，行完街啦，睇完藝術啦，然之後咧行一行啦，最後咧飲杯咖啡啦，休息緊啦。咁呢一日就係咁嘅行程啦。呢度玩嘅話咧，呢度好悠閒啊，好舒服啊。其實呢度好啦，唔講咁多啦。咁今日嘅節目咧就到呢度啦。咁如果你中意我嘅話，可以訂閱同埋撳鐘仔啦。拜拜。